组林冠伟小朋友，观测组林志伟小朋友，林志伟小朋友。 很高兴哦，这一次儿童读经评鉴大会考的各组最高分的状元已经都在台上了哈。我们现在恭请曾检兰师，来为状元们颁发奖状。我们恭请曾检兰师，大家掌声。 好，台下小朋友一样最高品质。其实不一定是在台上的啦，在台下的都很优秀啊。那因为你一个啦，对不对？大家都是最棒的。好，现在我们就恭请检察师来为这个小朋友来颁奖。检察师在颁奖之前会带 各位小朋友读一段礼运大同篇。待会检察师在跟我们一起念礼运大同篇的时候，请各位小朋友一起跟着念，请各位小朋友一起跟着念。好，那我们接讲是要带我们新科状元以及我们台下的小状元们一起来朗读这一段，一起来带读这一段礼运大同篇，来赞扬我们至圣先师孔子圣人他们的智慧哈。 好，我们有请检察师，请各位小朋友大家一起念啊。好。礼运大同篇。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公。显贤愚能。 台下小朋友大声点哦。讲信修目，故人不独尽其心，不独主其职，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 又有所长，鳏寡孤独惠己者，皆有所样，男有份，女有归，或误其气与病。 不必常以己，利物其不属于心生也。不必为己，速故谋避而不兴。 盗窃乱举而不斗，故外户而不闭。数位大同，是为
恭喜我们点燃师为各位小朋友来颁奖。来，普通有，全部比赛，全部比赛，请点燃师到中间，全部小朋友比赛。好，先对，先小朋友跟你敬礼，对，要跟你们。好，小朋友跟你们接，小朋友跟你敬礼，全部都没有，李正，敬礼。点传师好。好，现在就会请我们点燃师来为小朋友颁奖。好，第一位。感谢。